各位金盆朗口，最後點解講咁多成年人嘢？當然係因為一代才子啦。我係講緊喺黃金年代嘅香港，有一個黃金嘅才子叫做黃霑。霑叔多才多藝唔使講啦，佢一個作品叫做《不文集》，係專寫下啲黃色笑話嘅。佢喺裏面呢，有兩句説話嚟到解釋點解佢要寫呢個《不文集》。我認為真係擲地有聲。嗰兩句説話係咁嘅，佢話佢要為真小人爭取社會地位，不讓偽君子們霸佔了全世界。喂，何謂真小人啫？普通人啫嘛。不過真係好少人夠膽承認，咪真小人咯。阿霑叔就係提醒我哋，何謂一個進步嘅社會？就係睇下真小人有幾多社會地位嘅咋。阿林鄭有句説話我好深刻嘅，佢話佢好唔甘心啊，因為香港過去呢10幾年嘅經濟增長係落後於新加坡。各位，我認為我哋香港人都應該好唔甘心，因為我哋係見過世面嘅社會啊。我哋見過周街面斥不雅嘅社會啊，點解我哋唔係全亞洲最開放、最包容又最有分寸嘅地方？喺現實中，我哋係尋找撲街的社會嘛。我哋一瞓醒最緊要揾到今日邊個係撲街先。No， 呢樣嘢我10年前講㗎啦。落後啦！而家嘅香港係尋找仇人的社會，我哋一瞓醒就要尋仇。我講2件小事俾大家聽，好托賴我個 show 幾好賣。第一日有人買唔到飛喎，當晚喺網上就出現一個討論區，個區名就係黃子華老母問候區。話家母當然係非常安慰啦，從此不受寂寞啦。呢區咧唔係好多人嘅啫，但係最有趣咧係有2個人，有一個人咧就稱呼小弟為黃屎華，蝗蟲個蝗，一撇屎嘅屎。咁照計佢係應該唔中意黃嗰邊噶啦。同時，另外有一位仁兄就話：你遲啲咪又翻去揾人仔。咁佢即係應該係唔中意藍嗰邊噶啦。而家呢兩個人係為咗問候我咧，互相俾 like 對方，好 friend 喎。喂，佢哋係唔覺意發現咗香港大和解嘅秘訣喎。2個仇人點樣能夠和解？揾到第3個仇人。又另外有一位仁兄，姑且名之叫做陳大毛，又好俾面。佢睇咗《棟篤特工》啊，幾好睇，幾好笑。隨即喺網上啦，喺佢下面就有一個人寫啦：我睇唔夠半場我就走咗啦。跟住下一句，佢話：陳大毛，你全家落地獄。我認為套戲唔好睇，你認為好睇，你一個人落地獄係唔夠㗎。我認為而家全宇宙啊，最煩惱嗰條友叫閻羅王啊！你香港人搞乜嘢啊？你日日一家一家咁搭落嚟嘅，我點收得切啊？陳大毛你又衰乜嘢啊？殺人定放火？唔係啊！我喺網上話嗰套戲幾好睇。陳大毛，你係咪白痴嚟㗎？而家喺香港，一套戲好唔好睇，你必須要深深咁埋喺心坎裏面。除咗你最相信嘅人，你唔能夠同任何人講㗎嘛。顧念你錯飯，全家落油鑊，3分鐘啊！
各位，你瞓醒就要揾仆街，全香港當然都係仆街啦。你瞓醒就要尋仇咩？香港當然就係一個大油鑊。我哋真係名副其實喺一個有殺錯冇放過嘅年代。我哋跟住去邊度？我認為阿詹叔嗰句說話係一個幾好嘅提示或者方向。重要嘅事情講多次，為真小人爭取社會地位，不讓偽君子們霸佔了全世界。咁即係做啲咩咧？我認為好簡單嘅啫咧。我哋做到以下呢兩句說話，香港差極有限，兩句啫。領養穿山甲，放生陳冠希。多謝。